由议员林美的梅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芳镇慈善爱心协会，这年来唔定伫个寒暑假提供绿色学童的营养午餐。伫个3档前，还佫发起富康学业进步的奖助学金。9号上午，伫个台南市议会1楼的干报室举行颁奖仪式，总共有南区甲安平区在建国中小112名的学生获奖。在3年前，我们的2位理事长也觉得说，我们除了关心这些小朋友之外，我们要激励他，让他知道说，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愿意，你是绝对有成长，而且会成功的一天呐。我们要鼓励这小朋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进步哦，进步哦。我们有看到这个奖学金就是库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进步2个字，我们要看到的是进步2个字，所以你只要你进步，你这学年跟上学年比赛，自己跟自己比赛哦，你不用去跟别人比赛，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你只要我自己比上学年有进步，那个2位理事长主持跟阿姨就会给你奖助学金。我们平常就是在资助孩子他营养午餐，那除了营养午餐之外，我们还能够帮助照顾到孩子什么？那我们的议员呐，每位议员他就开始我们这指数感觉，我们是不是在学业上也是可以给他个鼓励？那其实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特质，那其实无形之中，我们的鼓励就会激发他们的特质，让他们能够无形之中进步，然后对自己的学业，那从中学习到乐趣，然后也让他们有一个进步的动力。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们实施。除了我们营养午餐9年，那我们康王金的那个学业进步奖这些，我们的康复幸福奖的话是3年。我觉得1年比1年多很多的小朋友，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奖学金设置是有激励到孩子他们一个进步的一个动力。获奖的学生由着各校的校长或者是老师来带领，市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杨志雄嘛特别出席，感谢赞助单位。并且颁发感谢状，就是要感谢议座这个帮忙。那我们各校就是在审核孩子的部分也帮忙看一下，1分都有1000块呢所以这个要拜托大家踊跃的推荐我们的孩子出来。那我们同学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从刚才一个一个这样子看，同学现在我们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赞，对不对？给我们按赞，给我们一个鼓励。以后我们一起努力来扶助大家，然后帮助社会，好不好？感谢议座，谢谢。主办单位表示，这项进步奖助学金主要是鼓励绿色学童努力来读册，申请的名额无限，有的学校提出申请，只要成绩比顶一学期进步1分到5分，就颁发1000块；进步6分到10分，颁发1500块。而进步10分以上，颁发2000块的奖助学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